喂，你哋有冇試過喺尖沙咀或者中環行下，肚餓想搵間餐廳坐低，見到間裝修到金碧輝煌，燈光射到黃泛泛，望落去好似好高級嘅港式連鎖茶餐廳，入到去睇到張餐牌，一個最普通嘅叉燒煎蛋飯竟然要收你成80-90蚊，加多杯冰鎮奶茶又要加多20幾蚊。嗰陣時你心入面係咪即刻湧起一個字貴？而且係貴得嚟好唔值嗰隻。今日我就想同大家拆解下，到底呢啲所謂嘅港式連鎖名牌，憑咩嘢收得貴過人？點解以前開到遍地開花，甚至上市再上市嘅太興、翠華，而家會喺內地市場同香港市場節節敗退，搞到要大撤退咁滯？甚至連以前最中意落嚟香港食嘢嘅內地遊客，而家都喺小紅書上面大嗌：我似唔似水魚啊？講返轉頭，呢啲港式連鎖店嘅偽高端騙局，其實係一場玩咗超過20年嘅心理戰。我哋回想返2000年代初期，或者係2010年左右嗰段黃金時期，當時港式餐飲喺內地簡直係高大上嘅代名詞。你喺上海、廣州行入一間翠華，嗰種白色瓷磚、卡位，仲有穿梭其中着住整齊制服嘅伙計，對當時嘅內地客嚟講，食嘅唔係魚蛋粉，食嘅係一種香港情懷，係一種電影感。所以嗰陣時，佢哋標價收貴1倍，大家都覺得心甘情願，覺得呢啲叫日價，係買緊一種高級生活態度。但係時間嚟到2026年，呢套情懷殺已經完全失效。點解？因為資訊太透明，消費者已經進化咗。以前你話你啲叉燒係秘製，大家未見過世面會覺得好犀利。而家大家上網一睇，邊間係用緊中央廚房預製菜，邊間係用緊工廠流水線生產嘅料理包，根本一清二楚。太興或者翠華呢類連鎖店，為咗追求極致嘅成本控制同埋上市報表嘅盈利，將所有流程標準化。標準化本來係好事，但如果你將所有嘢都搞到好似快餐店咁，甚至連嗰陣鑊氣都冇埋，但係你個價錢依然係維持喺高級餐廳嘅水平，咁就真係當消費者係傻仔。講到水魚，呢個詞語真係呢2年內地客對香港餐飲最深刻嘅體會。以前佢哋落嚟香港係想追求嗰份地道，但而家佢哋發現喺香港食餐飯唔單止貴，仲要受氣。你試下喺高峰時段入去呢啲連鎖店，個伙計由你入門口嗰刻開始，就已經用一種好似你憎佢幾百萬嘅眼神望住你，落單慢少少會責你，食完未抹嘴就收你隻碟，想坐多5分鐘飲埋嗰啖茶都好似犯咗法咁。對於好多已經習慣咗內地海底撈式服務，或者係極致性價比服務嘅遊客嚟講，佢哋會覺得我俾咗100蚊食個常餐，仲要俾你排隊趕客，仲要收加一服務費，我係咪真係咁似水魚？特別係太興，呢2年喺內地嘅撤退潮真係好誇張。以前佢哋喺1線城市嘅核心商場係絕對嘅吸客招牌，但而家你會發現好多分店都已經變咗名，或者直接結業。點解？因為佢哋喺內地嘅競爭力已經跌到負數。內地而家有好多新興嘅港式茶飲或者茶餐廳品牌，人哋裝修仲靚過你，出品仲有特色過你，最重要係價錢平你一截。當你仲喺度賣緊60蚊一碟嘅偽高端乾炒牛河嘅時候，人哋已經喺度玩緊現場即炒，份量十足，仲要包埋無限續添嘅熱湯。你話消費者會揀邊？而翠華仲慘，以前中環威靈頓街嗰間旗艦店，簡直係香港嘅地標，幾多明星宵夜會去嗰度？2012年上市嗰陣，股價幾風光，但係2020年打後，翠華嘅表現真係令人唏噓。佢哋不斷縮減規模，甚至連最標誌性嘅旗艦店都要收皮。呢個唔單止係因為疫情，更多嘅係因為品牌老化。佢哋一直沉醉喺以前我哋好出名嘅幻象入面，無去諗過點樣提升食物質素。你而家去食翠華，你仲揾唔揾得到以前嗰種奶茶王嘅層次感？定係只係覺得飲緊一杯好甜、好普通嘅茶蒸水？其實呢啲連鎖店最失敗嘅地方係佢哋兩頭唔到岸。
你想行高端路線，但你嘅食物質素同服務水平仲係停留喺快餐店層次。你想行大眾化路線，你價錢又離晒譜咁貴。喺香港，我哋本地人早就已經對呢啲連鎖店失去興趣，寧願去揾啲有性格嘅小店，或者係直接去食連鎖快餐店好過。而對於內地客嚟講，佢哋而家北上消費嘅趨勢越嚟越強，佢哋會發現喺深圳、珠海食一餐飯，可能只要香港1/3嘅價錢，但服務同味道係香港嘅3倍。當呢種對比越嚟越強烈，呢啲港式連鎖店嘅生存空間只會越嚟越窄。我哋講下太興最出名嗰個冰鎮奶茶，2000幾年嗰陣確實係帶領咗潮流，將原本街邊嘅茶餐廳飲品變得精緻化。但而家呢，周圍街坊小店都做到同樣嘅嘢，甚至做得更好，更有茶味。太興為咗維持利潤，好多嘢都變咗中央工廠預製，嗰種燒味嘅皮唔脆，肉唔嫩，食落去同超市嗰啲10幾20蚊嘅丁丁盒飯有咩分別？但佢仲敢收你70、80蚊，呢種就係典型嘅偽高端，用裝修掩飾平庸，用品牌日價嚟掠水。仲有啊，呢啲連鎖店嘅營銷手法真係幾十年如一日。以前揾個明星代言，拍幾條廣告，大家就覺得好高端。而家係網紅時代，大家睇嘅係真實評價。內地客落嚟香港，第一件事係開小紅書。你搜尋一下太興或者翠華，彈出嚟嘅唔係讚佢好食，而係一堆避雷貼文。標題寫住香港旅遊避雷針，我以為入咗黑店，服務態度差到無朋友。當一個品牌喺社交媒體上面嘅形象變成咁，你覺得佢仲可以撐幾耐？2026年嘅今日，香港嘅餐飲業正面對緊一個大洗牌。以前靠壟斷地段，靠大規模連鎖嚟賺錢嘅時代已經過去咗，大家追求嘅係匠心，係性價比。你睇下而家一啲細規模嘅茶餐廳，雖然冇豪華裝修，但係人哋份乾炒牛河係即叫即炒，啲牛肉係新鮮嘅，雖然都要收你60蚊，但大家食得開心，覺得值。反觀呢啲連鎖集團，為咗慳嗰少少人工同租金，將所有嘢都搞到好似工業產品咁樣搞法，唔怪之得人哋內地遊客會覺得自己係水魚。翠華以前係幾咁該傲，佢哋係全港第一間上市嘅茶餐廳，當年上市編號1314，寓意一生一世，結果呢？而家股價跌到變咗仙股咁滯，管理層仲成日內鬥。2016年左右，翠華曾經諗過要賣盤，最後搞唔成，其實嗰陣就已經預示咗衰落。因為佢哋太過追求擴張速度，喺內地一口氣開咗幾十間分店，結果每一間嘅質素都參差不齊。有一句說話講得好，成也加盟，敗也加盟。當你控制唔到產品質素嘅時候，你個品牌就已經死咗一半。再講下太興，佢哋旗下其實有好多品牌，咩問華冰廳、靠得住、錦麗，佢哋玩嘅係多品牌戰略，想望盡所有價位嘅客人。但係問題嚟啦，呢啲品牌背後其實都係同一個中央廚房，食落去個味道其實大同小異。呢種換湯不換藥嘅做法，短期內可能可以到下新鮮感，但長遠嚟講，消費者會覺得被玩弄。點解我喺呢間鋪食同嗰間鋪食，啲味道係一模一樣嘅？點解全部都係嗰種工廠味？而家啲內地客落嚟香港，佢哋唔再係以前嗰種攞住錢周圍買嘅暴發戶，佢哋好多都係受過高等教育嘅年輕人，追求嘅係體驗。佢哋會去大南街飲咖啡，會去深水埗揾地道小食，甚至會去大澳食茶果。呢啲連鎖店嘅偽高端對佢哋嚟講，完全無吸引力。佢哋喺內地見過太多裝修得靚、服務又好嘅餐廳，相比之下，香港呢啲連鎖店嘅環境窄到坐都坐唔落，又要收加一，又要限時，最離譜係嗰種老奉嘅態度。你收我高級餐飲嘅價錢，俾我大排檔嘅待遇，內地客唔鬧你水魚就怪啦。呢2年我哋仲見到一個現象，就係大量嘅內地餐飲品牌反攻香港。2024、2025年左右，
好多深圳好出名嘅連鎖店都嚟咗香港開分店，人哋用緊更加先進嘅管理模式，更加合理嘅定價，仲有更加貼心嘅服務。呢啲過江龍正正係一塊鏡，照出咗香港呢啲本地連鎖店係幾咁不思進取。人哋一杯手打檸檬茶可以做到幾十蚊，但真材實料，你一杯奶茶收人30蚊，但係用粉沖出嚟。消費者嘅眼睛係雪亮嘅，當大家有得揀嘅時候，點解仲要幫襯你？講到呢度，大家可能覺得我好似好憎呢啲公司咁，其實唔係，我係覺得心痛。香港茶餐廳文化明明係一種值得自豪嘅遺產，點解會被呢啲上市集團搞到變成掠水嘅代名詞？以前嘅茶餐廳係一個充滿人情味嘅地方，老闆會認得你，會問你今日想食乜。而家呢，你只係一個二維碼，入到去坐低，掃碼落單，機械人送餐，或者係一個黑面嘅伙計，食完之後去櫃台俾錢，成個過程冇任何互動，冇任何溫度。既然係咁，你收咁貴憑咩？我哋睇返數據，2025年嘅餐飲業報告顯示，港式連鎖店喺內地嘅市場份額跌咗成40%。呢個數字係非常之驚人。呢啲曾經嘅巨頭，而家正喺度經歷緊陣痛。佢哋縮減規模，關閉虧損分店，美其名曰重整旗鼓，實際上係節節敗退。佢哋當年憑住香港呢個金漆招牌，喺內地攞咗好多優惠，賺咗好多錢。但佢哋忘記咗，品牌係需要經營嘅，唔係靠一個名就可以食一世。特別係對於偽高端呢樣嘢，我最唔滿意嘅就係佢哋嘅定價邏輯。如果你係用新鮮牛肉、手打魚蛋、頂級絲苗米，你賣貴啲我無話可說。但明明你係用緊凍肉，明明你啲湯底係用粉開出嚟，你憑咩收得貴過隔籬街坊店1倍？就係因為你個招牌寫住太興，就係因為你個裝修有幾盞水晶燈。呢種價值觀其實係好扭曲嘅。內地遊客而家最常講嘅一句話係香港餐飲已死。雖然呢句話係有啲偏激，但確實反映咗某種情緒。當佢哋滿懷期待咁落嚟，想食一餐正宗嘅港式味道，結果入到呢啲連鎖店，食到一碟又凍又乾嘅叉燒飯，仲要俾人趕客，佢哋嗰種心理落差係好大嘅。呢種失望會轉化成網上嘅差評，然後形成惡性循環。太興同翠華嘅大撤退，其實係一個時代嘅終結，亦都係對呢種偽高端商業模式嘅最大諷刺。如果呢啲連鎖集團仲想喺2026、2027年撐落去，佢哋唯一嘅出路就係回歸初心，唔好再諗住點樣用裝修呃人，唔好再諗住點樣用品牌日價掠水，老老實實返去廚房，研究下點樣炒好一盤乾炒牛河，研究下點樣拉一杯好嘅奶茶。服務生嘅培訓都要重新嚟過，唔係要你卑躬屈膝，但起碼要有一份基本嘅尊重。如果做唔到呢啲，咁大撤退只係一個開始，最後嘅結局可能係被時代完全淘汰。今日我講咗咁多，唔知大家有咩睇法？你哋最近有冇幫襯過呢啲連鎖店？有冇試過覺得自己做咗水魚？其實作為消費者，我哋最有權力。當我哋拒絕為呢啲偽高端買單嘅時候，市場自然會做出選擇。希望將來我哋行入茶餐廳，係因為嗰度嘅嘢食真係好食，嗰度嘅感覺真係香港，而唔係因為佢個名聽落去好似好高級。呢個世界無永遠嘅名牌，只有永遠嘅誠信。當一個餐飲品牌失去咗對食物嘅尊重，佢就失去咗靈魂。太興、翠華嘅故事，值得所有做生意嘅人反思。唔好以為消費者係傻嘅，唔好以為情懷可以賣一世。當潮水退咗嘅時候，邊個冇着衫，大家一目了然。喺2026呢個咁競爭激烈嘅年代，我哋更加要帶眼識人，唔好俾啲華麗嘅包裝呃到，要用你嘅舌頭去投票。下次你見到呢啲收得貴一貴嘅港式連鎖店，諗一諗我今日講過嘅嘢，問下自己呢餐飯到底值唔值？定係我又想入去做多次水魚？
講到尾，呢啲大集團嘅沒落，其實係大家對質量嘅重新追求。我哋寧願去幫襯一間充滿性格，甚至要排長龍嘅手工小店，都唔想去一間冷冰冰、工業化嘅連鎖巨頭。呢個係消費升級嘅表現，亦都係對嗰種偽高端騙局嘅最好回應。香港嘅餐飲業要重生，必須要踢走呢啲浮誇嘅風氣，返去踏踏實實做嘢嘅年代。只有咁樣，香港先可以重新攞返美食天堂呢個美譽，而唔係變成內地客口中嘅水魚之都。呢場大撤退仲會持續幾耐？我諗冇人知，但我肯定嘅係，如果你唔改變，市場會幫你改變。希望下次我再拍片同大家分享嘅時候，係講緊香港有邊啲新興品牌做得好，邊啲傳統名店揾返佢哋嘅靈魂。大家記得留意住，唔好再做水魚啦。今日就講到呢度，大家記得分享俾身邊鍾意食嘢嘅朋友聽，我哋下次再見。